是大战。松堂。所以呢，是这个时候是需要的是思维。那你这个人上堂，那你里面太看不到啊。如果说能背得起来的话，比较容易思维；背不起来的话，不容易去思维。所以呢，就因为常常有在销送上师供养经，想必大家都能够背起来。这说真的，我们那么个人给予场所，也嘛是。那都没这嘛，好当就是啦，你那中国要的话，那就是啦。那点嘛是交通团体讲的，长久的生，哎，对呢，长久的生，太多说多啊，差不多是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2年前啊，来现在他所以。老多就是那个交通之间的长久的生第二大，第二配它是起不了的，讲我来说。好，不仅如此，在自己的不管是行事坐卧，不管是一切的一个威严行为，都能够把它转化成升起菩提心以及增长菩提心的一个方便方法。天天都可以这里送到大，去用处到人都来送到大。这样讲就是什么？不是没有做起这个大的，像我那么中国的基本那么的，多开这两样多，开上去，那么大的事，多开这两样的。多赔钱是的话，多骗我钱。但这多的，这老大现在这有什么都他们这个钱对吧？大的是，像我那么中国的钱，那么他是中国的是。好，这边看一下。若想将菩提心作为修持重点，应效方文殊护主宗喀巴大师的行持，对《华严经》多字文思。讲文是的，讲文是，你们都是讲文那个，也怎么什么我不要讲我们常常都要在讲文殊护主，文殊护主是指的是宗喀巴大师的意思。如果说想要升起菩提心的话，就像要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一样，行持一样。那在《华严经》里，《华严经》也多看多思维。所以呢，如何升起菩提心的方法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也是有的讲。也同时也可以需要阅读这个《入菩萨行论》。那到次第呢，也是常要需要多阅读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些经书里面，修持菩提心的方法是都很清楚的。东南里面把中生中的是，他但是呀，东南里面把这个俄就澳洲的中孙呐，他干那个啥呢？我跑东南可多，所以说我东南几个多能够，阿拉都是今年对个，东南里面把但是这他我这个呀，你要说呢，俄澳洲中孙呐，很看起来我是呐。好，当我们修这个取识的所缘已经稍微有一些熟悉的时候，那我们要该怎么去做呢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呼吸的气吸出去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就想吃屎，要把它这个使得修持。呼出去嘛，呼出去的时候是要修持，要吸进来的时候，气吸进来的时候，再要修持取的这个观想法。
马上就你家出去了，5年级了吧？我们在一昼夜当中都有在做呼吸、呼气吧。这个屋的爬上的数量呢，也就当下呢，就是你是这个那个给出来的工作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24个小时当中的所呼吸的气，如果说运用来去修持的话，那这24个小时当中的呼吸的气不会浪费的。那就刚做的屋的呀，研究爬上下去什么话题，不人家有个中的没关系。好，当然修持这个心的时候呢，不需要把自己的呼吸刻意再来说用力的这个呼出去，用力的吸进来，不需要这样。以平常的呼吸的这样的步骤来做修持。弄了对吧？我没讲是，动了弄对吧？动了弄对吧？是，我们讲两样可能弄了对呢，弄生就不急，哎呀，但是呢就讲这个是变了，出的情况，连那就跟你说，到这地方当抓一，对吧？那就落的抓完一，你连那就跟你说的到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呼气时配合修持，吸气时配合修取。此乘风吸法一开始较难掌握，经过不断练习而能自然运用后，因为风心同转的关系，就成为自他平等相换。菩提心顺意升起的极大助缘。此法与密法中所说的金刚颂有些类似。哎呀，你能嘛就跟你去，到去台巴得着了，到去台巴是，是吧？可是这了嘛，我觉得是别做，我怎样，他的做人那边有那是说那么的。好，克卓杰赞叹宗喀巴大师这么说的啊：护主师尊鼻中息，一诚治疗众生因。我这就跟小孩也让们去读，不能去小孩，不能去我要的，不能去这个呢，安尼讲究一生变，讲究一生变，知道的。好，我们平常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调整动机，也调整成一个发菩提心的动机。在这个身边呢，人的内容就在这身边的动，人的物的作用，容，再把看个的那个身边他们这个看把小上面去，没把提起来，不能去教不了，扛突突起来，他很大也。做那么做呢，看他的，身就有痛的，没有提前，他不能就要，这痛的也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我们早上一起来调整动机，升起菩提心，不管是自己的身体也好，受用也好，善根也好，都是使与一切有情众生，哪怕是自己的呼吸气，也有这个在内心想，哪怕是自己的呼吸气，都能成为一个对众生有利益、有帮助的。即便是一个在思维上面这样思维的话，我们应当去思想上面也做这样的修持。这个你像你你如果经过改办法了，那个双不错，都情没情为好的。这样的修持呢，是名气是不是很大？但是至于能够圆满资粮福报上面，是相当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。现在就呢，提醒你们几个，你那个的，我做，讲，马到5个钟已经的，甚至呢看把小的，来看起吧，甚至呢看把用啊小什么去，那不能当初所以呢，看不能不能，今天应该来加几个月了，那你这样做，这接触不了我要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在今天的至少在今天这一天当中。哪怕是一个只要是呼吸气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对众生有利、有帮助的，甚至说不管是做任何事情，都能成为一个对众生有帮助、有利益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思维，甚至说上师本身自己也平常也尽量有这样的思维来去修持。那同时，希望你们能够也是在平常的时间当中，也是如此的修持。